咱搁一摆做伙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愿你怜悯阮众人，阮的心智常常软弱，信心常常不足。纵使你伫新化地区设立长老教会，伫阮所徛起的所在，阮知你互阮一个足好的机会，就是每一个礼拜日，阮会使来到这个所在，做伙来做礼拜，互阮的信仰温度哪加起，互阮的信心哪增悬，互阮有份伫上帝圣经的内底，互阮会晓谦卑顺服的功课。阮看人无亲像过去所看的安尼，阮入来教会了后，阮用三兄的心来对待看待上帝所拣选的每一个人。主愿你来引带阮，互阮将世俗的眼光放下，阮开始用上帝三兄的眼光来看万项事。伫做做事的中间，伫人的歹意思的内底，有上帝的好意思。愿你引带看顾，互阮的心门拍开，充满喜乐甲平安。阮的祈祷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有一个人安尼讲，若是你拿一个金蕉甲100块放伫一只猴的头前，迄只猴会选钱还是金蕉？一定选金蕉，因为伊有知影钱会使买金蕉，所以就先拣金蕉。同款，有真侪人伊毋知影为虾米要来教会，若佚佗较来教会还紧，较无理解的人，较青春、较少年的朋友，伊会经佚佗。总是咱若拄着一寡代志，心中需要安慰、需要答案的人，咱会经教会，因为信仰会互咱做者欢喜甲成功的过程。兄弟姊妹，信仰足重要，所以咱伫遮每一个礼拜日彼此来探讨人生的意义甲上帝的意思。咱若毋知影上帝的意思，咱就真侪代志拢会照家己的意思。咱若照咱家己的意思，常常若照你的意思，中昼要食面啊；若照恁翁的意思，伊要食饭啊；若照恁囝的意思，伊要食披萨。安尼，请问你要煮啥物？总是咱伫遮爱真清楚了解，照人的意思，常常有纷争，常常逐个人爱无相像，所以咱伫遮爱了解上帝的意思最大心。我较早过去，我做囡仔的时阵，因为身体无好势，常常破病，我的耳孔吼较重听，因为我两边的耳孔膜仔拢破去啊。我伫5岁时阵，我破一届足大的病吼，迄届病肺炎吼，发烧42度，2礼拜的时间，遐无性命去。但是伫迄个过程的内底，我发现医生足厉害哦，遐护士小姐嘛足温柔的吼。所以我渐渐就开始感觉讲，人生所有的答案应该伫医学内底。所以迄个经济的课程，我是足细汉，一读幼稚园的时阵，我就感觉讲，医生护士就像天使般的厉害。所以我就伫迄个中间感觉医学足重要。就是慢慢大汉了后，发现，哎呦，好像不只是医学哦，你这看着讲也有文学、科学，你册读愈侪了后，发现这个世界足快呢，渐渐吼。开始就看到无同款的迄个智慧的展出，总是到后面的时阵，我会发现人上界悬的学问，上界悬迄站是啥物？我后来读新下医了后，发现是哲学啦。那对人来讲，因为你若要变巧，你注意去来看，一个囡仔吼，若读过哲学系了后，伊咧做记者，咧做分析师，拢加足够。因为伊会晓去分析人咧想啥物，所以兄弟姊妹，人的智慧上界关键的，就是到哲学。哲学是啥物？就是咧讨论这个物件是啥物，背后有啥物道理，初是安尼开始。总是哲学读煞了后，并无解决人的问题。所以我要直接甲咱讲，哲学很重要，重要叫做 important。但是神学毋是咧讨论这个部分，神学咧讨论。要咱对 impossible 变做 I am possible， 一个无可能的代志，后来伫上帝手头变做有可能。I am 是上帝的名，所以神学咧讲的是这。我后来发现，人的做这答案，无法度对人的生命中间去找出来。
所以你若看今日进步中间有路长，甲咱有利用一段吼，这段是要甲咱分享人咧讨论到底人是好人啊歹人。你若两古早人伊会分做两派，最重要的两派，第一派叫做孟子。哦，咱大部分一定捌读过即个人的想法。伊讲吼，人是好人，对出世就是好人啊。啊，哪讲呢？伊讲吼，你若看到一个鸭仔吼，拄仔咧学行咯，行，要跋落溪坎内底，请问你是记得甲救转来，甲救一个，还是用脚踏落落，还是摔的？大部分的人拢是要甲救转来啦吼，迄叫做人啊。啊，你若讲你咧跋倒啊，搁来车倒吼，迄毋是人。哇！啊，你就知影讲迄叫恻隐之心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伊咧讲的是人本身有四款足基本的心，迄叫做自觉吼。啥物？恻隐、羞恶、慈让甲是非，这四项吼，证明人一开始就是好人。啊，所以伊会发现着讲，即个道理了后呢，开始甲咱做真侪解说。所以后面你就看到，咱的老师就教做侪无共款的效用出来吼。不过你若看另外一派人无共，迄个叫做荀子，伊讲啥物？人是对出世就是歹人。哇！啊，若照伊的讲法，人为虾米是歹人？伊的讲法是安怎？亲像吼，你若要一支茶，你若直直吼，你爱先牛过了后，较来破，较来久，啊，你迄支茶就会照你后的迄个形出来。刀啊，你若无来磨啊，袂来啦。所以不管是安怎样，人吼，因为本性无好，需要教育才会变对好。所以迄个善良是学出来，所以伊的观念是人本身拢是歹人。啊，讲到遮的时阵，伊的学生搁较厉害，伊的学生有一个叫做韩非哦，咱拢叫做韩非子。伊咧讲啥物呢？伊咧讲吼，人吼真正是歹人，人甲人中间拢敢若利益的关系啦，无遮讲善良的心。哦，伊讲即句话足重哦。伊举一个例啦吼，伊讲话你看，某咪人伊生10个囡仔了后，生10个囝了后，哦，请偌济祈祷的呢？亲戚朋友啊，迄个亲戚五早拢招来，厝边老尾拢招来，要做伙欢喜啊！因为因媳妇生10个囝，哇，足赞的吼，生10个的赞啊，所以爱请人客啊。啊，若生10个的，赶紧的吼，找一个一窟水来淹啊死。韩非咧讲的迄是事实。所以伊咧讲的是，连老爸甲老母咧看伊所生出来的婴仔时阵，都带着利益在判断。即个人有伊一个重点，就是伊当讲人是歹所爱来教做君王爱的迄个行啊。所以后来你会使发现，即个人的论述足重要的吼。我们看一下那个我们今天的投影片，把它打开。伊有一个足重要的，伊把法家三派合在一起。法术士，伊即三派，咱小可爱理解吼，因为这影响到你咧看代志的角度。法就是法律啦，所以咱即马足简单会使理解。术是啥物？要安怎把别人控制？啊，迄个势是要安怎互别人去惊尔？所以伊咧用即个物件去为着迄个国王来制造一个论述，就是要安怎将遮个百姓改造变做国王爱迄个戏。所以你会使去理解吼，即个人后来诚做法家的代表人物。不过伊的下流是啥物？伊的下流就是去伊的同班同学叫做李斯，迄阵咱伫秦国做宰相，陷害，所以煞无名气。一个足巧的人，将做一个道理夹杂做伙，然后当国王提供一个出好的一个论述，要来统治百姓的即款的讲法的人。最后嘛是死伫人性本恶即项，所以兄弟姊妹巧无路用啦，爱有智慧啦。智慧的开始是智慧以后我做开始。人巧是因为你上帝下你温书，但是你若无用遐个温书，变做无智慧的人，有当时啊你敢若分析会晓，但是你煞袂晓三听。人活咧上界有价值的叫做听。人活咧上界有价值的叫做听。哥林多前书13章所讲的，敢毋是安尼？基督徒上界重要毋是法术士啊！你会使发现，咱即摆伫册房做一个册叫《后黑学》，大概拢照这3项咧写。《后黑学》的内容是啥物？《后黑学》的内容是讲，人伫咧活咧上界有价值的叫做听。人活咧上界有价值的叫做听。哥林多前书13章所讲的，敢毋是安尼？基督徒上界重要毋是法术士啊！你会使发现，咱即摆伫册房做一个册叫《后黑学》，大概拢照这3项咧写。
基督徒讲的毋是这三字，基督徒讲的是听，是爱是爱加倍。所以咱伫遮爱真清楚了解，咱拄着的代志有一个源头，咱所拄着的代志有一个思潮上面的源头，那个源头把它理清楚就好了。所以伫遮咱会使真清楚，教会本身毋是咧讲这三项的，教会咧讲的是听。所以一个捌代志的教会，一开始伊就用三听的心，成为一个成熟的教会，懂事的教会。一个懂事情的教会，就是他懂得上帝的心意，他懂得人的软弱，他不会想要控制人，不会想要威吓人，他会用成全、互相包容、互相扶持的态度，让上帝的肢体成长。教会有一个最重要的观念，我甲咱写伫周报顶头。圣神是上帝的灵魂，教会是上帝的肉体。所以一间教会若无圣神，伊就是有体无魂啦。所以咱就知影讲，亲像稻草人。一间教会要活起来，咱爱听圣神的引带。圣神若伫即个中间，加做咱进人的灵魂的时阵，咱知影上帝的心意，咱知影爱三听，爱合一，目睭爱看较远的，毋通一直看家己爱啥物，爱想讲上帝爱你啥物。所以有一句话，我常常做意爱引用的，就是某一位牧师讲过捌讲过，伫人的歹意思的中间，有上帝的好意思。约瑟他一辈子就是遇到这个过程，伊的兄哥他嫉妒，要来害死啊！但是约瑟伫年老要过往进前，然后要过往进前然后就交代一寡好事，包括伊家己年老的时阵嘛，咧交代一寡好事，就是大家兄哥安慰。恁所做的代志虽然是歹事，但是有上帝的好意思，所以我袂甲恁报仇。若无安尼，咱今仔日咱即个家族无再了伫埃及。所以咱伫早爱知影做一个代志拄着，咱爱将即个眼光放对上帝迄边去。所以教会分做两项，一项叫做加热型的教会，另外一种叫做保温型的教会。加热型的教会就是懂事的教会，懂上帝心意的教会。咱若入来到这款教会的时阵，咱信心的提悬，对信仰有热心，对人袂感觉讲哇，人哪会遮歹斗阵遮歹？袂，你开始有一个新的观念。我们看人不是我喜欢不喜欢的，也不是他的优点跟缺点。到了这种教会之后，你开始会看到这个人有没有被上帝疼爱。有被疼爱或没有被疼爱，是这样的三种角度在看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懂事情的教会，懂事理的教会，懂真理的教会，就是高 EQ 的教会。换句话说，有另外一种叫做低 EQ 的教会。低 EQ 的教会比较看人不看神。咱常常会看到一款现象就是伊真强调代志要做正确，若无正确袂使，但是我要来恁讲，气氛嘛爱做正确。咱常常敢若重视代志爱正确，气氛袂要紧，毋是安尼哦。气氛本身是合一的一个状态，圣灵所意爱的是一个合一的教会，所以那个气氛也要正确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努力。第二，就是迄个信任的部分，人甲人中间无信任，这个部分对倒来，咱来转来到圣经的源起头创世纪。创世纪甲咱讲，本只亚当出现了后，上帝手术互伊一个帮衬者，叫做夏娃。夏娃是要来8到3天的，结果即撮夏娃煞去听蛇的话，即个蛇听啥物人的话？听邪神的话。所以邪神甲蛇讲，蛇甲夏娃讲，夏娃甲亚当讲，哇！你一直讲袂了，甲讲啥物？上帝敢真正遮好意？伊敢无藏一寡歹意思？开始将这个无信任的种子压伫因两个人的心中，因为不信任，所以人跟神的距离就渐渐拉大。因为不信任，所以这一对夫妻后来吃尽苦头。所以人对人无信任，人对上帝无信任，是对遮难。因为安尼，所以咱需要去理解。过来第三项。咱若是一直强调成就，咱的事工有成功无成功，
这款的教会叫做 DEQ 的教会，安怎讲？我们不讲成就了，我们讲成全，我们讲尾声，我们讲着如何顺从上帝的带领。那照即摆人呢，甲多咧看耶稣的事工，耶稣本正军队伊的学生，甲遮的门徒以及百姓超过5,600人。你若连查甫查某鞋仔拢甲算算的，然后2万人，结果伊讲2句话尔，走到剩12个啊。你若照伊讲的，照伊看的，咱会敢讲安尼来看伊失败的，总是上帝的囝，伊毋是用人的标准咧看成功甲失败的。咱一个标准就是伊有顺服上帝的带领，所以我家己去发明一句话啦：日出东方，为主不败。只有主耶稣基督看上帝的心意100%。咱大部分的人拢会去观察别人安怎看啦。别人有甲咱介意无？咱有符合别人的标准无？但是咱真少去想讲，这件代志做咧，敢有符合上帝的标准？就算讲你安尼做咧，别人会甲你讨厌，你嘛爱做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伫遮爱真清楚知影，耶稣的成功，毋是人的成功。所以即摆有做者成功神学咧讲，你只要祈祷就会发财，你只要祈祷就会顺利。即款的成功。嘛，袂使讲完全毋对啦，因为上帝手术稳定，但是即摆是讲无够起来，咱去想一个较快，你爱伫上帝面头前成功。如果上帝稳准稳定，互咱伫人的面头前嘛成功，我感觉是袂歹。若无上界定也是人一定爱伫上帝的头前爱成功，所以伫遮咱爱知影第4项。有真侪教会，伊真强调伊个礼拜堂有偌大间，放下偌济，人了偌济。我想这是标准较低啦，因为咱需要去了解客观的标准。客观的标准是啥？咱有互相相听。你有没有用基督的爱爱那个不可爱的？你有没有用基督的爱爱那个从来没有接触过耶稣的？这是上帝的心意啊！如果你只爱自己喜欢的，那跟税吏有什么不同？你若看圣经是安尼写的，所以连迄款咱讲讨厌的人，伊本身嘛是喜欢他自己喜欢的啦。所以咱爱较成熟，我们需要去成熟，要去了解罪得赦免、灵魂得救是神的心意。咱袂使将这项事放后面，咱爱放伫头前。伫即个中间后面，咱所烦恼的代志，颠倒袂发生。第5项。不成熟的教会经常害怕犯错，以至于把恩赐挖一个洞埋起来，因为卖者都袂犯错啊嘛。敢毋是安尼？做是耶稣基督甲咱教导，你若下你5,000两、2,000两甲1,000两银的这萝卜，5,000两甲2,000两的拢去做生意啊，剩迄1,000两因为惊犯错，学一个窟窿就抬起来，人工主人转来就害伊就好啊。这款呢叫做不成熟。所以做仆人的应该要懂得神的心意，神的心意是我们要出去把恩赐发挥出来。所以有机会咱一家爱了解教会爱加最八代志的教会。第3项，请咱爱记咧，伫旧约内底第3大点要来咱讲，你的眼光爱看到所在啦，你的眼光爱看到所在。当咱心情不足的时阵，牧师伫遮甲咱分享，你会使经过祈祷。然后改变你的心情，特别是不足这项事，因为你要知影，祈祷上帝在听，你要清楚体验到，你的祈祷上帝在接受，所以上帝是一个最好的聆听者。你会感觉讲无人要听你讲，但是我甲你挂保证，信心会帮助你，伊会让你知影上帝在听你讲。所以咱唔通伫心情中间伤过头不准。我需要伫遮来分享另外一段，就是民数第21章迄个所在。民数第21章，伊咧讲了一个足大的故事，就是当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后，即阵以色列人过去，伊伫因埃及的所在过了算辛苦，但是总是三顿拢食会饱。不过对摩西出来了后，哇海啊三顿食袂饱，麻辣跟鹌鹑，逐工拢食即2项，特别是麻辣，啊因为食到拢做无味啊。无味了后，佫无水，开始埋怨。我想吼，即个心境在咱教会基督徒的生涯中间有真类似的经历。
有当时咱无信耶稣无代志啊，你一信耶稣了后奇怪啊，无较顺啊，颠倒愈来愈凄惨。较早做代志拢足顺诶，但即摆信耶稣了后，咱看到拢是迄个偏远诶所在，拢是无机会，全部拢安尼食苦，也无较好势，无较轻松啊。即段经文要帮咱爱看清楚因拄着啥物代志。上帝爱因对人性诶内底先丰盛，然后面靠法度伫物质诶中间丰盛。上帝爱因安尼家己做主，互因遮个自由诶人会使来敬拜上帝。毋通做人诶萝卜，虽然伊食会饱，总是做上帝萝卜有永远诶自由，迄无共款。所以咱先伫遮来看，所以即阵人开始埋怨上帝，埋怨上帝了后咧，嘛埋怨伊诶领导者叫做摩西。埋怨了后，发现一件事吼，你会使看到21章诶所在所讲着，后来一大阵诶蛇来设入去因迄个野地内底来咬啦。咬了后，真侪人中毒过身去啊！少数诶人佫活诶时阵，竟然来找摩西毋但讲摩西会使帮助因，互因佫一摆得到医治。你若看即个蛇诶字吼，即个蛇诶字叫做撒拉佛。咱有捌听过，撒拉佛是天使诶名，所以咱一般诶翻译甲翻做火蛇啦。我要甲咱讲吼，当人咧埋怨上帝，真正互上帝认定，真正互上帝记伫心中了后，上帝就将伊诶保护线甲拆，伊就将伊诶保护甲摕掉，因为人拢想讲伊无事啊。总是伊毋知影外口有做者对敌，随时围雷要来攻击啊！所以人会想讲，我就无需要上帝啊，我就需要食饱就好啊。结果上帝将伊的保护摕掉了后，伊去拄着正港的邪恶。这个撒拉佛，你若甲翻做火蛇是 OK 啦，你若翻做撒旦，那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要了解啊，抓入去了后，因遮的人死伤足多。咱毋通真简单来看一段经文，请你会记咧。后面有甲恁写，摩西要安怎解决这个问题？上帝启示伊讲伊爱做一条人做的这个蛇，甲挂悬了后，互众人看迄条蛇，这是啥物意思？咱看袂写出来，这是啥物意思？总是你若犯做十字架，你就看有啊。互人伫悬悬的所在会使看到，那个铜蛇就是十字架的象征。所以，属灵的规矩是安尼：当你一旦发现自己受伤了，不断的去回忆过去的伤口的时候，你会在失望中间渐渐的流失生命。可是你开始看到上帝所指引的目标的时候，你反而会得到医治。所以，咱伫遮要咱改变你家己的性命，就是毋通看你家己过去的历史有偌年啊，互你感受到罪恶感，也是见笑。上帝意思是咱爱得到医治，阿免啊。上帝意思是咱众人要得到赦免，阿免啊。所以咱毋通因为你过去的事感受到悲伤、悲伤累积，你嘛毋着为着将来的代志，伫遐感觉压力足大。因为办项事，上帝若派你去迄个所在，的确会甲你保护。所以你也是要发现，保护的这个规矩，约伯记内底有出现，约伯记也有出现哦。约伯是个艺人，他是个大富户，伊有做者财产，做者牛，做者羊，然后伊查某囡仔做多，萝卜做多，伊太太啊，家己事实拢做友好。撒旦甲上帝讲，这个人是你，敢不是因为？你在他的家设立了圣洁的阶级篱笆。你来看约伯记内底有这项，上帝伫义人的家庭内底外口，但靠一日有一个保护的机制。所以撒旦甲上帝安尼问的时阵，上帝讲好，安尼来这摕掉。你来试看卖啊，伊是不是因为好过歹来信？上帝当然很了解约伯，他不是因为生活好过才来信上帝。他是从生命中间真的要来了解上帝。有最像你姊妹咧问讲，伊着义人爱受苦，我要甲咱讲，迄个苦甲幸福是咱家己咧判断。对上帝来讲，神为了帮助约伯更认识他，
吃一点苦是 OK 的啦。神爱这个孩子，所以他要让他更了解上帝原本的样子。所以咱若常常用稳定咧看家己的时阵，咱颠倒看袂到上帝。所以苦难跟恩典是一体两面，人越受苦难的磨练，会越接近上帝要我们的那个样子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会记得，上帝让咱保护，互咱无受邪恶的攻击的时，咱来感恩谢谢。虽然你无代志，但是迄个平安毋是无代价，迄是上帝的保护。所以咱在遮学晓一个功课。一开始，亚当甲夏娃离开上帝是有原因出伫对，原因出伫无信任上帝是好意，伊拢无信任上帝是好意，伊相信蛇讲的。但是教会无相信蛇讲的，教会相信圣神所讲的，因为圣神是耶稣所收束，天地所收束上帝的灵，伊伫即个中间要甲咱讲，上帝是好意思。所以咱在帮助兄弟姊妹，搁一届对上帝信任，包括你烦恼的代志，包括你毋知影明仔载的代志，包括你为着将来的事真忧愁，还是你家己拄着的困难，你会感觉讲拢无人甲你斗相共的时阵，请你会记得，上帝值得咱来信任。你所拄着的事，伊逐项拢知，伊无放你一个孤单，伊无放杀你。所以咱伫遮爱真清楚，教会本身是听圣神的，是听第二位亚当的声音。咱无要听第一位亚当甲咱讲迄个无信任的声音。所以伫遮咱真清楚了解，人佮安怎样跳，伊嘛无法度了解生命的地位，因为生命的地位毋是用了解，是领受的。第二位亚当要互人的就是即项。当咱领受着上帝生命的时阵，咱嘛有上帝眼光，会使看透这个世间。人真简单，有互上帝听着，甲无互上帝听，这两款，咱搁一摆三个来。主上帝，阮有当时啊，感觉家己做牛，有当时啊嘛，感觉家己做蛤蟆，总是这拢无要紧。阮需要了解，阮有听你的声音无？你常常伫圣经内底甲阮教导，毋通论断兄弟姊妹。你常常伫圣经内底甲阮教导，爱原谅饶恕得罪阮的人70个7届。你常常伫基本中阮甲阮教导，爱做工做业，鼓励阮将生命的根基起做伫你即个平安的王的石盘顶。你常常将真理的话放伫圣经的内底，互阮来看。总是阮有当时啊，真罕你来做，愿你帮助阮，互阮一步一步、一项一项体验着上帝的好意思。阮愿意来行一项、2项、3项的真理，互即个真理变成做阮的习惯，嘛成做教会文化。侪人要因为安尼得到利益，新化教会是上帝文化的好所在，有天国的文化的所在。兄弟姊妹要伫遮得到真大的帮助，愿你听阮的祈祷，阮的祈祷感谢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